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陈伟民。今日咱们做回来讨论到中英航空公司空服人员罢工这个议题。罢工到今已经半个月啊，这个初二第二摆协商，有缘无达成上尾这个共识，罢工是继续来进行。中英航空是宣布讲有超过600名空服人员愿意登去做工课。其中呢，有400多个人，家己也就是透过公司的协助，来摕到这个员工证、护照、代保证这个三宝哦。不过工会呢，伊咧讲哦，实际上呢，三宝就到的这个人数是2350个人，目前敢若是100多人取到这个证件，双方现主是又是一个心理战。罢工的时间拖长，可能是劳资双方哦，啥人的气搁较长。今日咱台湾新眼界，台湾大代志要带你做回来了解。中英航空劳资争议敢有解封？节目上咱邀请到3位来宾哦。第一位，咱邀请到文化大学教授，这个曲俊彦教授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二位咧，咱要邀请到咱的台北市产业总工会总干事陈淑伦，淑伦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总干事你好，咱等下各位邀请到咱以前哦，这廖以前伊是中英航空公司的这个企业工会这个理事长哦，来到咱现场。节目开始进行咧，咱先来邀请到这个文化教授这个教授曲俊彦教授哦，你来讲一下这个你哦，伫这个人面册头顶有写着讲，无想要搁坐中英航空公司啊，安怎咧？本来吼，我对中英这间公司的飞行机我是真介意啦。每一届吼对国外坐飞行机转来时吼，特别到咱台湾的时，伊会放一条做乌鸦飞。是。迄当中我听到拢足感动的，认为讲哦，特别转来咱家己的国家。但是这边的罢工事件了后，我感觉真惊吓，就是讲，伫世界的经验，既然是罢工的事件。劳资双方因的关系也无好的时，恐惊后来这间公司会衰败，所以我惊讲，这个罢工事件，资方伊也无处理好的时，你总讲结束了后，这个空服人员罢工的这2000几个，因的心情会当是毋是会当恢复到以前无罢工的时阵的迄个状况，无的时这个。伫安全上可能有真大的危险，是安全上有真大的危险。咱刷来要搁邀请淑伦姐啊，这个部分哦，你较早参加这个工会运动，遐尼济届啊，这回因为这个中英航空公司甲这个过去这个华航毕竟是无共款的，这两个这个一个是国营企业有半数这个关股，啊，中英航空公司是拢是私人的，这两个罢工的这个行动有到底是啥物无共款？我感觉这边上特殊的吼，应该是讲，因为长荣正正是无工会，是，这空服员因去组工会嘛是这2年的代志，所以变做是上弱、上无经验的劳工去对着可能咱台湾吼历史上上强上赞的这个资方，真强真硬啦，对真硬因为我。坦白讲，我也算算的吼，那真正按照这个空服员因所要求的这个日资费，因原底讲的150块啦，咱就算伊有100块来讲啦，可能嘛是2亿左右。搁好看其他劳工完全拢加薪啦，嘛有可能1年无到5亿。但是长荣资方即马现主是就了20亿啊，搁未来那旅行业做球场，还有其他天气哩，嘛有可能到。甚至到有可能30亿、40亿啊，就意思讲2亿我无爱互你，我甘愿开20亿、开50亿，甲你结。是。就表示讲，甲工会拍倒，或者是讲这届绝对无爱互工会赢任何一方面，是所有伫个这劳资争议，还是讲运动内底，真罕咧看到，特别是讲这罢工的时间已经遐尼久啊。半个月啊，是搁加上正前若讲因这2档，包括团体协约来讲，包括迄个协商来讲，大小小协商已经20-30届啊。结果到即阵，长荣资方竟然拢无感觉讲因爱小有一寡甲工会会当和平的这个方向，大家任何一个条文，任何一个拢爱安尼种算甲搅的吼。这对若讲以旅客来讲，或者是讲社会大众来讲。到底恁双方是有要解决，还无要解决？特别资方，因为你你掌握上大的资源嘛，
你有上侪的这条会当互劳工的空间的物件，你订无爱放，啊，这毋是你订旅客订社会大众，是订着这社会资源来结工会，啊，无是啥物？真正是结工会这个部分，咱会当看到张初二哦，这个协调双方是第2摆啊哦，不过共款是无法度来收煞。针对着这个罢工哦，这个过卡薪哦，是毋是算这个总小这件代志两边？可能有渐渐较骂这个意见，但是今日佫看起来，可能佫伫遐拍这个心理战。咱来看一下这个新闻的片段。中营劳资双方为着要签订团协，二度登起协商又搁破局。协商会议马拉松进行11点钟，中午2度停止，由劳动部伫咧当中团委协调，最后敢若剩事后算小调看达成部分共识。对主管伫6月24点进行报道，却是伫4点了后参加罢工，中营资方让步，同意将暂列控制改做是暂列空班，由双方推派公正的第3人调查。另外，对参与罢工员工的福利，双方同意对取消福利改做是渐进式恢复。改成矿责部分，其实工会与他们争执了很久。那今天双方有达成一个初步的共识。双方签下会议记录，但是因为各有飞行奖金等5大议题需要协商，团协也未签署。罢工进入第14天，双方持续车拼。工会社公开批假蔡总统话声，等总统回复。到底劳工争取民主的路上，政府是毋是会当给因保障？中营是伫官方网站顶面公告，宣布招募本国籍空服组员200个人。这个不是跟罢工有关系，因为我们最近的一些机队的运能都有增加，所以为了针对我们的机队的一个安排，我们的组员也确实要做一下调整跟训练。固然这个是一个民营公司内部的劳资争议，可它对于旅客跟旅行业者的影响，它的外部性的效果这个伤害是很大。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真欢喜看到前一天的协商会议达成部分共识，表示劳资双方豆豆找到共识。但是嘛，估计就算罢工结束，中营至少要2礼拜调派人力，豆豆恢复航班正常运作。根据中营航空甲证交所透露的消息，罢工到即阵已经取消527个航班，算咧营收损失超过台票23亿6千万。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讲中营航空公司这个损失可能超过20几亿，可能会更加继续，因为这个罢工也未结束。但是咧，这个劳工的这个部分，其实有人讲，要登去安尼，敢有影？咱请老师。其实我看这边罢工的事件应该是劳资双方应该是行较紧绷啊啦。所以我咧判断是，恐惊过一遍还是2遍的协商，就应该会当解决，会当结束这个罢工啦。但是这个罢工对于劳资双方来讲真正是双方拢损失真济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嘛是双方拢有得到利益。损失的部分来讲，当然大多总干事有讲啦对公司伊的经营的业绩20-30亿都无去嘛但是对这个资方来讲伊嘛真正知影讲，唔是讲零工会会当解决的。中营航空伊本来一直讲因公司绝对袂使有工会嘛，所以伊就一直咧拍这个工会啦。但是对工会来讲，会员劳工因损失的嘛是真济啦，损失就是讲到今日已经第13天嘛，13天的是恐惊15天应该是走袂去啦安尼是因的薪水就已经一半无去安尼，但是空服人员呢，因的薪水实在讲唔是大家所想的讲遐好啦。因的底薪偌济，底薪干那3万块尔。你即摆一个月一半已经无上班的时，安尼伊敢会当摕到15000块尔其他迄无上飞行机是无钱的。所以你看大家就是讲空服人员拢穿甲水水，咧服务其实因的薪水真正讲无济。但是对于这劳工这工会会员来讲因嘛得到一个利益，就是讲因拍破中营航空因所有过去的这违款式的这个管理的制度啦因创造讲唔是讲无工会
互这个资方知影讲，因嘛是有工会存在。是有工会存在。这个小轮子啊，你观察到这回这个工会的运作，有这个鹰派甲鸽派，你安怎来看？任何一个工会，甚至任何一个抗争当中，这正常，一定拢有。嘿，伊时间拖长来讲，大家有可能无共的厝业负担也好，也是心理的压力也好，所以有无共的选择，这嘛是正常的。这在阮来看，就是讲无遮奇怪啦，无遮奇怪，无遮奇怪，嘿。内部的这个抗争一定是有的，一定是有的，因为每一项伊会当承受的，这无共，吼所以我坦白讲，因为我拄仔就讲，这是一个非常少年的工会啦，吼，就是讲经验较不足啦，有可能伫过程当中，伊总是讲有犯错啊，是好，会逐日检讨的这部分，咱也袂使讲无，吼，但是咱也想讲，这今仔日出来参加罢工的这2300个空服员，伊若毋是讲正真正伫咧公司有受到讲，伊感觉拄仔邱老师所讲的这威权的部分，或者是讲因感觉管理上非常的高压的部分，也是讲伊希望讲会当有咱自主的空间。因即个上重要的，我看到即阵来已经毋是钱的问题，嘛毋是啥物福利的问题啊，到阵来已经剩就是讲尊严、民主，我会当。对等，甲你讲话，我莫讲拍咧涂骹甲你讲啦，简单讲，到阵来已经剩是安尼尔。这嘛是咱台湾的工会吼，即过去咱较会想讲咱就甲资方所谓和谐啦吼，咱劳资共荣吼，定讲这个 slogan。但问题是，以常常这精神你会看起来就是讲，无伊这家父长式的这个管理啊吼，甚至有人讲这敢若迄个昭和时代社风吼，即种的感觉。对即马现主是，特别是这受有较悬的教育吼，迄个较少年的这劳工来讲，已经毋是这职场文化的这风格啊，吼，所以即届的罢工对如邱老师拄仔所讲的，就讲对这2300个参加罢工的这劳工来讲，我感觉上少因会当有一个对家己的自信，就是讲我有为我家己奋斗。对于阮社会上所有的劳工朋友，我知影真侪朋友可能足袂认同的，讲这是绑架旅客也好啦，吼，这是迄个错误的策略也好啦，吼，这牺牲大众也好啊。但是咱来想，因为咱台湾有工会就介少，吼会当以企业工会或者是这工会身份来罢工的，产业工会身份来会当从事罢工这部分的人，嘛，才15%。上最估计嘛是到15%吼，那么但是这组织工会罢工，这是宪法予你的权利，每一项拢有，你有我嘛有，有人来主张伊法律上的权利，咱是会当尽量甲伊支持，因为迄个权利人工反射我嘛家己爱使用，这是我希望讲大家尽量予伊一寡空间。吼，若讲对旅客来讲，其实我家己，阮小妹才伫咧美国啊，伊嘛去用改迄个航班啊。我嘛是。你是。我倒来的时阵，我伫即个6月的时阵嘛拄着这个罢工，嘛互改着这个机票，尾也坐华航的倒来。我嘛是，我个有日本的人客，日本的学者，拄好6月底7月要来台湾，3个人，日本学者结果因毋是买日本航空的机票，竟然买阮台湾迄个长荣的机票。中用的。然后买着。长荣的机票，结果去用改班，来，阮就甲因回信讲歹势，伊讲毋免回信咧，这罢工是工会是工人自由的权利，我配合，我无意见。因这劳动意识真悬对啊，是。不过咱会当看到这回咧已经半个月啊，这个空服人员其实互污名化真侪，因讲就是上班啊，飞机顶安尼做 service 安尼尔，其实无呢。咱来看一下这个 CG 的这个部分哦，空服人员因的工课这个内容，其实上大的这个部分是维护着这个乘客这个安全哦，尤其是这个紧急的时阵，爱甲这个。这个乘客安全拢甲拍好条文安尼，伊事先咧就要先接受着3至5个月这个训练哦，逐年拢过来做这个定服训安尼吼，飞入机顶呢，除了这个咱一般所熟悉这个 service 了后，但是这个安全的部分，才是因上大爱负责任的这个部分。头先讲到这个污名化这个部分，这届伫咧中英航空公司特别多是安怎咧？媒体报道嘛是。这可能资方伊有系统，
有意识的要来甲这个空服人员，甲这罢工的会员，甲污名化啦。是。啊，其实这是真无好，就是讲资方你对待你家己的员工，你哪会当安尼甲因讲甲安尼啦？讲因是干那在上餐点，在上班啊，然后其实。空服人员伊对一台飞机安全是足重要，因为你驶飞机的人虽然讲真重要，但是伊伫头前啊，旅客有几百个人啊，几百个人中间有人可能会破病，有人会身躯无爽快，有人心情无好啊，所以其实一台飞机上重要就是在起飞甲落来时。啊，虽然讲空服人员拢坐伫遐，但是因目睭拢爱看迄个机翼啊，看讲有像迄个。引擎啊，是毋是有会造出来啊？啊，万一安怎的是是爱开对一边的迄个逃生门啊，这种最重要的。所以因其实咧做工作是其实无轻松。啊，佮有一点我足佩服这迄个空服人员，就是讲，因是用家己的时间，用家己的生命在做这个工课啊，因为你飞行机，咱普通是拢喊来较坐一遍嘛，但是因是定定爱伫顶头咧飞呢，啊毋那安尼啊，因像讲你对台湾去甲东京，台湾去甲北海道，台湾去甲北京，因拢迄个一日来回，一日来回，所以一对身体嘛真正真无好。对，迄伫高空啊个因咧化妆迄是一日12点钟以上，拢袂当放呢，所以这对身体影响是真大啦。所以空服人员毋是大家所想的讲拢遐请赢遐做工会遐轻松。因对一台飞机对一间航空公司的贡献实在是真大。是，拄则教授讲到，这回可能资方是有系统的这个部分，伫网络顶也好，伫媒体顶面也好。拢有放一寡消息，这小伦姐安怎看？我嘛是有这款的感觉，因为因回应的这个速度也好，迄个内容也好，我嘛感觉讲，这可能后壁阮甚至拢怀疑讲，这可能有聘请迄个专业的团队啊，是公关公司在后壁处理啊，因为这个甲其他进前所发生的这罢工的这经历比起来这回差太多啊，所以我嘛是感觉讲，这资方开这时间去处理群众毋是开这时间来对家己的劳工来协商，这是阮较袂当理解的部分。甚至包括讲可能观众朋友进前嘛有听真侪这争执点伫咧直播，到底劳资的协商是毋是需要直播的这问题？直播足奇怪。直播。我感觉直播足奇怪，因为若有协商的经验，比如讲，以邱老师来讲，邱老师是非常资深的调解，而且是仲裁的委员，两个咱劳资双方关伫房间的时阵，上莫讲关伫房间，就是伫会议室中间，甚至是离开会议岛，各自带开，这拢是有这协商的必要性。但是你甲伊创讲伫电视机，这所有的这观众的面前讲要这直播来协商的时阵。大家拢变做是演出，这毋是正协商，这都毋是正要解决问题。所以这就对阮感觉讲可能这社会大众当然伊感觉讲，因为权益的影响，所以我想要知影恁讲啥。但是像遐尼漫长的，包括讲像这因这回关注是8大诉求，即马8、6大诉求，每一项都非常的有，非常的真足。在这过程当中，阮外口的这些人的参与到底是协助，或者是加乱呢？是，这其实拢是一个我感觉讲以后可能这部分大家爱搁思考啦。是，这个诉求的部分，咱等下斟酌来讨论。咱来看这个中英航空这个罢工的这个时间表，其实伫2017年就开始到这个协商的这个会议开始进行啊。伫2017年的4月就开始啊，差不多这个有20届拢无共识啊。到今年3月5号的时阵第一届调解无成，第二届伫4月9号的时阵，第二届嘛无成，第三届咧伫咧无成了后，桃园市府都就规日宣布讲，这个调解无成立吧。伫2019年的4月19号，这个工会就开始启动这个罢工的这个程序。伫4月30号宣布，要伫5月13号甲6月6号要进行着罢工的规个这个投票。伫6月4号，
伫康复人员是要行去张荣发的基金会去遐做游行，我嘛迄天嘛伫咧现场吼，啊，迄当阵咱看到因的决心伫遐。啊，6月6号的时阵，因取得这个罢工的这个权利。6月20，这个协商破局，就是咱伫这个新闻面顶看到，因就是随甲这个布条挂伫面顶，随宣布讲罢工开始啊。6月28的时阵，是达成着这个618的方案，进行着会员的投票。伫6月29号的时阵，会员是同意着这个投票的这个方案哦，但是主方是坚持要来处罚着这个27名康复人员，随来破局。伫7月初2，昨一个暗时的时阵，康复人员因是这个暗会，不过迄当阵这个工会甲资方的这个劳资调解嘛咧进行。虽然因讲到有2项哦，有小可达成，第一个是伫这个福利，佮第二个是这个定出这个27名康复人员这对这个旷职该做抗白这个班。其实咱要哪看咧？对这个所谓这个8大诉求，尾啊，剩这2项有小可达成共识。老师安看？劳资双方在团体协商的时阵吼，无可能讲工会所提出来，伊就拢一定要摕到啦。啊，迄个资方伊嘛袂当讲你工会所提出来，我拢一概拢无要同意啦。就是讲协商喏谈判，就是讲大家咱有来有去嘛。是。但是上重要就是讲，你世界上吼啊，有公司遮大间的公司啊，有罢工的事件的时候，资方拢真要积极，要主动甲劳方来协商。是。但是这边吼，看出讲中营的资方吼，拢一开始的时拢无主动要甲因协商嘛，就是讲要甲你拼就对啦。拼到底。尾啊吼，即摆因为时间愈长吼，对工会来讲嘛是一个真大的负担啦。就是讲会员因会当遐久无吼，你即摆薪水剩一半尔嘛吼，所以伊就爱小可放软啦。资方伊嘛感觉讲，你即摆佫一直落时，伊迄个即摆连迄个投资的人吼，伊嘛出来咧要求讲袂使佫安尼落啊啦吼，所以劳资双方拢有想要放软的态势，所以安尼看起来是有利啦吼。即摆最主要就是讲，这个27名的这个康复人员吼，到底是要安怎处理这件啦？这个就是讲，因6月20开始要罢工的迄个时阵吼，工会甲这个所有的会员吼发出一个讯息，就是讲，4点以后报道的航班袂使上飞轮机。是。4点以后报道的航班袂使上飞轮机。因这27个吼，其中18个因是2点半的是报道。4点半的飞轮机要飞出去。所以因当初可能有问过这工会人员讲，安尼阮要安怎啦？工会人员可能甲因答复讲，恁就罢工就对啦。是。所以即摆就是讲一个法律的问题啦，就是讲伊即摆已经是报道了，是毋是会当个罢工？4点罢工，但是我个人在看啦，就是讲工会互因的这个资讯是讲4点以后报道的袂使上飞轮机。是。4点以前呢，应该照常。4点以前报道的，这其实对2016年华航甲今年的技师甲这边的中营的因的罢工，所有的工会因发出的讯息拢是共款。是。就是讲工会已经。应该有体会到讲，你即摆罢工4点开始嘛，你4点进前已经报道的人，一定要照常互伊出去，伊即届飞行了，就罢工。你若4点以后罢工的人，4点以后报道的人，伊就袂使报道，袂使就随会使接去罢工落去安尼。这问题是讲，伊这18个吼，伊是伫2点半报道，吼4点伊就罢工，安尼到底是合法无合法啦？是。当然这是一个法律上的问题，但是我是感觉讲吼。其实中营的资方吼，伊毋免斤斤计较伫即个18个啦，伊应该搁较看虑的，就是讲，你要安怎甲即2300个，互因转去的时候，因的心会当像以前共款安尼来服务，迄开始
真重要的代志。劳工的心坎都倒来啦，对。啊，小伦子啊，你安怎看咧？我会感觉讲即马吼，社会大众认为讲，即诉求哪会变来变去，吼。啊，工会连伊讲头前讲的甲后壁讲的无共款，无共款是正常的啊。就如拄仔邱老师所讲的啊，啊，因为就是协商的过程当中，啊，你讲你无爱让，啊，我让挂，啊，咱搁协商，啊，就搁变，所以方案一直变是正常的，啊，无这就无叫协商啊嘛，吼。啊，第二。工会即摆我看嘛是退甲真退啊，吼，就是讲，伫福利的部分，也是薪资的部分，应该增加的迄个幅度吼，无像工会正经要求遐尼多啊。是。吼啊，但是因即摆存有抑搁几落项是，阮这抑搁不了解讲，所来可能工会爱个争取的这个方向，比如讲，伊主要是就是公司治理的这部分，会当参与公司的这活动这部分到底到什么程度？那但是我。感觉即摆上好的这僵局嘛是存在，就是讲工会真正想的，就是要保护这个员工，这是因即摆上在乎的代志。啊，保护员工的这承诺，爱有啥物人来提出？当然是资方啊。是。如果资方若无法度互工会，或者是这个会员有讲你转来会当讲正常上班。吼，啊，阮的劳资关系嘛袂讲，因为这罢工，我就甲你记点，我甲你惩处，我甲你当做另眼相待，吼。伊若无这物件的时阵，当然我倒来上班，我会感觉我安心嘛。那你也想讲进前华航迄届时阵，华航头前虽然咱看到讲空服员职业工会，吼，伫个对啊，老师讲2016年迄届取得真大的成功，吼，咱嘛看到讲，今年年初，吼，迄个机师的罢工，因嘛是取得团体协约，咱有看到伊成功的部分，但咱无看到这两间工会握手。吼，去互资方甲因告，吼，啊去裁决也好，诉讼也好，针对工会集体也好，针对干部也好，针对劳工个人也好，这大大小小的诉讼加起来20-30件，20-30件，我真正，所以对因来讲。伊是安那爱讲，你莫秋后算账，这可能观众朋友较听无。因其实工会讲的就是讲，我未来若像我爱面对是遮尔震动，因为每一件这费用来讲，精神也好，稳定性也好，这拢无法度处理。是，所以6月20号这工呢是真正真重要，就是讲2点到4点这个时间点内底，你要罢工的，是毋是去用这个做这个算尾小这个部分？咱来看一下新闻画面。可不可以如实的报道这一切的一切？因为报道了，这个离开去参加罢工，受到大家的言论，还佫有相片去互公布，空服员真激动的流目屎。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下晡带记者8日伫6月20迄天4点了后，离开工作所在，空服员向资方发声，认为迄当阵都是经过中营地勤办体管手续才离开，而且迄当阵旅客嘛未登机，未影响安全。我们的工会的指令是4点以后报到的航班，我们严格的拒绝会员去提供劳务，但是在这个模糊的空间，也就是说4点之前报到，但是4点之后还没起飞的部分，我们就要依个案的事实来做认定。对这个代志，中央航空表示，迄当阵有18个空服员伫日关了后离开来参加罢工，啊，佫有7个伫报道了后接受地面训练的时阵嘛离开参加罢工，总共25个人拢暂时去用列做控制。中央航空嘛提出工会迄天发布的罢工底线，写讲4点了后报道的航班无提供劳务，用迄天桃园浦东的航班12个罢工组员来举例，2点半就已经报道啊，桃园香港的航班2点40就报道，所以列做控制。18位空服员，他当时离开，虽然乘客还没有登机，但乘客没有登机是因为他们导致了整个航班的延误，就是在组员没有登机的状况之下，乘客也只好依序延后，所以并不是说因为乘客没有登机就没有影响。针对工会提出来5条袂当属尾算中小的条款，中央航空嘛先表达立场。工会认为罢工的会员应该嘛是爱有年底奖金、调薪水甲员工票。中央回应，因为罢工的影响，公司的利润变少，可能会取消福利。这是公司伫5月初8就已经公告啊，甲属尾算中小无关系。工会主张讲参加罢工时间的问题，以工会认定的做主。啊，毋过中央认为讲监视控制是参加罢工的时间点，嘛无法度配合工会要求伫空服员的执勤时间宣传。中央嘛无同意工会要求的放弃对不当劳动行为的救济定数，相反意见差真济，罢工结束嘛充满变数。记者综合报道。咱看到这回已经半个月这个罢工哦，现主是咱来邀请到这中央企业工会这个理事长，同时间伊是陶职工的这个理事以前你好。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陶职工的理事廖以琴。哦，以前真无用呢。现主是啊，这个劳工，恁的心声到底是安怎？
即马已经是罢工的第14天啊，已经2礼拜啊，然后是真久真长的一寡时间。那我嘛是对罢工现场的阮的会员吼很心疼啦，嘿，就是就不忍心呢啊。阮最近甲公司的协调，阮已经一提再提，那已经无路好提啊。那伫一寡诉求的方向，阮已经拢做工会这边有做真大的调整。那阮即马是剩一条，就是秋后算账的这条，爱甲公司吼用这个白纸黑字该写清楚啊，一定工会这边一定爱保证，我2000外个来参与罢工的这会员，等去上班的时阵，袂阁有一寡互去互公司打压，或者是一寡诉讼的问题，这我一定爱先甲因保护好，才会使互因拢总安全的转去。是，不过这27名这个空人员内底，可能也有一个带协商、带协议这个部分，你帮咱补充一下好。这个部分呢，昨暝呢，阮协商将近12点钟，啊，资方迄边呢，伊是做一个退让，伊是讲，甲因的本来的矿址的这个代号，改做一个空班的代号，啊，然后了后，这个罢工结束了后，阮再来用一个委员会的这个方式来处理因的这个罢工的行为是毋是会认定有一个资格的问题，吼。不过这个部分是毋是也阁有这个？因为投资者像苏伦杰拄则有讲到，因事后爱面对可能真济，27名个案处理，可能阁有个案处理，因后壁算尾小这个部分，因其实无白纸黑字写进前，恁也阁有疑虑的。对，所以伫昨暝迄个协商的会议顶悬呢，阮并无改签字，但是阮是感觉讲，这个共识呢，爱先改纠好较紧的，然后，互这个罢工会使有一个完满的一个结局的呢。结束啊。对，嘿。我以前对你来讲，其实看到你真侪新闻片段，较早你是徛伫第一线，啊6月20几号迄当阵你。有心软起啊，叫大家转去啊！迄当时的心态，甲咱说明一下好不好？好，迄当时是我有入去有一个机会啊，有劳动部的牵线，然后甲阮叫入去有一寡空服人员嘛，是阮的干部，甲阮叫入去甲董事长见面啊，阮就想讲阮拢罢工遐尼济工啊，然后。公司敢若拢无啥物回应，那我想讲有即个机会会使甲伊即个建立即个沟通管道，先甲伊接起来，安尼嘛是一个真好的机会。然后我嘛是抱着一个信任公司的即款态度，去甲伊讲一寡即几工空服人员的委屈，啊，搁有我想要甲伊讲，为虾米2000外的我的即个工会会员，伊会使伫遮甲咱来参加即个罢工的活动，会使坚持遮尔久，会使团结遮尔久。我想要甲即个心声甲阮董事长讲，我是抱着即款心情入去甲董事长讲即个代志的。但是入去的时阵呢，我是无迄个预期讲要来谈判迄个诉求的部分啦。对，但是劳动部可能政府因嘛是真是较积极，所以就甲阮讲，恁先甲董事长讲，恁诉求是有一寡啥物。会使调整的所在，即马要讲的无安尼，所以伫迄个场合呢，我嘛是较单纯啦，然后就想讲我董事长就本人伫遮，伊是一个最高会使做决定的人，所以我就直接甲伊讲，阮即马空服人员，我嘛是想要有一个会使安全转去的路，我嘛是想要搁转去飞，我拢是做热爱天空的空服人员嘛，啊，阮是想讲董事长这边伊有啥物安怎的方案来甲阮提供，所以在。甲即个6大的诉求方案做即款的调整，嘿，然后董事长伊嘛是真无了解啦，伊就是甲我讲，你甲公司补改呢，嘿，补改呢，对，然后你讲你补改呢，所以吼，我有一寡代志无法度甲你保证讲吼，恁转来是真正无代志啦，所以我伫遐嘛是有一个心情是想讲，啊无阮干部甲这打起来，甲即寡代志打起来，啊互这2000外的人先安全的转去，是，有迄个压力伫咧啦。所以你当初才讲哦，恁拢先转去，阮来打就好啊。对，我有甲董事长讲，你互我的即个诉求的即个调整吼，其实这诉求是退真济，我的会员可能是无法度接受，但是我嘛是。
真心疼因伫外口安尼，搁压雨，搁晒日头，足侪工的。那我是想讲要甲伊安全带转去，这是我最后的底线。真正安全带转去，真正安全带转去，那袂有即个去用算小的可能嘛。我就是甲当属对讲好，我会使来甲即个方案提出来，互阮的会员来决定，决定讲阮是毋是会使接受这伊的提出的即个诉求的调整。毋过看会到即个三保这部分哦，即马现就是公司讲有400外的人，600外的人，已经表达意愿要登去伫公司做工课啊，佮有甚至有400外的人取到这个三保啊。恁的了解是安怎？我的了解事实毋是安尼，因为确实有人伊会想要来甲即个三宝摕转去，因为时间已经足长的嘛，啊因嘛是惊讲，因为公司迄边的攻击真侪，啊，佮有互你一寡足侪心内压力。嘿，啊，因呢，佮有家庭的因素 ，because 爸爸妈妈有的是以死相逼啦，伊较袂谅解讲，伊会惊讲，恁要甲即个中营的即个集团吼，要安尼甲伊处理的时阵，公司你转去公司一定会找你生效，对，找你生效，所以爸爸妈妈会有一寡吼无谅解啦，所以因家己嘛是因想要。继续落去，但是这心内压力足大的，确实有人来摕这三宝，但是这数据唔是像新闻公司发布的遐尼济。400位无遐济，无遐尼济，即马是110几个，啊有一寡是来添加申请书，但是伊搁伫遐犹豫，搁伫遐咧考虑的。咱来看一下这个 CG 哦，这个空服人员3证到底是安怎？咱拢知影是员工证、护照搁台胞证，啊，这就是咱讲的这个三保。啊，这个三保其实就是要互恁伫工会运作的时阵，会有这个纠察线，会用去保护这个工会这个行动会使顺利来进行。啊，中英航空公司伊是讲哦，600名这个空服人员已经表达因要登去这个工会这个场所，啊，400位已经是这个取到这个三保，不过400位恁的这个参与的人数是2300多位嘛，对不？这400位伊安尼讲起来，这个人数已经是要1/4啦呢。所以这个资方咱头先嘛讲到，这个媒体这个部分，伊是安尼放消息出去。对恁来讲，恁的诉求甲这个资方诉求，你头先嘛讲，一提再提安尼。我即马是感觉你甲阮咧讲这诉求的时阵呢，伊共时间呢，你动摇阮的军心呐，伊是用这个双面手法你操作。但是阮工会，阮知影，阮即马的人数是偌济，所以有一寡底线是袂使放的。这个就是这个底线，就是我头拄仔讲的，就是一定爱伫这个合约内面写清楚，转去袂去用算小。啊，转去的时阵，大家拢会使放下你原来这个罢工一景，就是我爱恢复罢工一景的权益，就是这毋是该检讨的啦，对，这毋是该检讨的，这是爱该恢复，就是爱甲罢工一景。福利状态拢爱一模一样，袂使有一寡差别待遇。是，咱先来看一下恁罢工进行的这个8大诉求，8大诉求哦。第一个就是要调高这个日资费嘛，每点增加150块，唔是会员的袂使用。啊，这个第二项就是东京、北京、金边几下的这个航线，改做是过暝这个班。啊，第三个就是这个会员人数，还有这个人评会等等的这个处罚的这个机制。并且呢有这个法院的这个机制，啊，第四就是要开放着劳工呢来参与着公司的管理，第五呢就是固定假日这个出勤要有2倍double这个工资，第六呢就是航班若是要派着这个外籍空服人员，袂当超过2个人，第七呢就是要互这个工会理干事哦，这个有公务的这个假期，第8项呢就是要互这个空服人员劳动条件甲这个工会这个规则，事先要有这个协商的这个机制。这8个这个协商的这个诉求，恁讲的一提再提，到底是提到什么？有一寡诉求，当事长伊是直接讲无可能。say no 就对。伊就是直接讲我管理这个公司，我无可能有你工会人有，啊无参加工会人都无。是。所以就是直接讲进大变身是一个无可能的啦。然后伊就讲到这日资费的调整的部分呢，因为技师的工会伊嘛有咧讨这条，所以嘛袂使为遮做调整。伊就有摕一条讲。这非安津贴的部分，就是甲阮技术的工会因的进前的调薪的方案共款，就是用这个非安津贴来给你补你的迄调薪的空间。所以咱头先你有讲到拍这个心理战，
现主是这个朱峰，就是要削弱恁的这个团体团结的这个力量。因为伊的目标其实唔是甲工会好好讲代志，伊的目标是要来甲即个工会压落底，互别个部门的人，伊别个比如说地勤的人，唔敢够参加工会嘛。伊的目标是安尼，要来甲工会处理掉，唔是要来好好讲代志啦。对，伊若是好好处理代志。袂敢往底下坑2礼拜啦，因为伊即马坑2礼拜啊，伊的迄航班取消的状况，佮伊的迄个营收的迄款的收入的迄款落落迄款已经不成比例啊啦。嘿，所以这个部分其实老师你伫人面册头顶有写着讲哦，这个日本对着工会这个态度，你的观察是啥物？一般吼，你若罢工超过1礼拜吼。会当讲这也做无正常的罢工啦，像怎讲呢？因为罢工一发生了后，所有的资方拢会想尽办法，紧甲劳方吼要协商嘛，解决这个罢工嘛。但是咱大家拢知影，这2礼拜来，资方拢无主动，伊也无愿意讲甲劳方来协商嘛，所以伊是超过要甲这个罢工的时间拖长嘛，就是讲伊要。甲工会去拼就对啦。是啊，伫日本吼，你若准讲是即种的罢工，即种的资方的作为吼，拢会去互日本的政府因的相关的单位吼认定讲这做不当劳动行为，吼，无当的无适当的劳动行为啦。是啊，搁再讲一般的日本人，伊嘛感觉讲。啊！你公司都发生这尔大的劳资争议的事件，是安怎？你公司你资方拢无啥物作为，无啥物想要去解决这个争议的做法啊！所以在日本人因会对资方的这种作为，会感觉讲这个资方袂通信任啦，袂通信任，所以慢慢啊，大家都袂相信伊的产品，因为日本哦，信用是真重要的一个。但我伫遮吼，我嘛感觉讲，咱中营的航空吼，伫这个秋后算账的这个条款吼，伫遐集中吼，伫遐咧甲资方伫遐咧画帕拉肯，画帕拉肯啊，我认为讲是毋是有迄个价值啦吼？我的判断是讲资方。就算讲伊伫合约书顶头甲你写讲，我袂秋后算账，但是我过头去，伊会用其他的所有的理由来甲你秋后算账。伊当然袂讲你罢工，我甲你秋后算账，伊用其他的理由啦。啊，伊的目的就是要互你要甲你修理就对啦。啊，另外一个就是寒蝉效应，就是要互其他的。地勤的啦、技师啦，因看讲你若罢工的效果是安尼啦。啊，这伫咱台湾吼，不管是华航的罢工啦、华航的技师哦，其实拢是共款啦。所以对中营来讲哦，就算伊伫迄个合约书顶头甲你写讲袂秋后算账，我感觉讲工会唔通伤乐观啦吼。当然这吼咱。台湾整个人民吼，家己爱有了解，就讲过去咱40-50当拢无罢工的经验嘛，因为咱是戒严的时期，袂使罢工啦，啊，所以咱罢工的迄个足少的嘛，所以大家拢无迄个经验。啊，其实咱大家要有一个判断，就是讲罢工这是咱台湾的劳工的一个真大的权利，啊，这毋是讲咱台湾有呢，这是世界的，这也做。普世的价值啦，啊，所以大家应该了解一点啊，所以你若准讲啊，罢工事件发生的是资方伊无紧来解决这个代志，还是讲资方伊用后来秋后算账的办法步数来的时，大家应该会当看拍骹手讲，这种的资方实在是袂信任的资方啦。这就是讲，我想要伫迄个人面书顶头写讲，我后摆无爱坐。我爱坐中营航空，因为我感觉讲，你资方安尼作为的是，互人互一般的迄个旅客袂当放心。是，啊，毋过安尼反倒转来，若是即个旅客已经无信任中营航空，啊，恁搁转去。所以工会诶坚持的这些价值都是加，阮发现
2000外的空服人员发现，阮公司的管理有这款的问题，阮就是想要甲伊调整，所以即摆毋是200个人徛出来控精，即摆是2000外的人伫遮控精，所以阮是希望这边的罢工呢，即摆已经变成甲提高这个 level， 已经变成甲讲是全台湾劳工拢咧看这场罢工是毋是会当成功？是毋是已经变成一个全台湾劳工的一线曙光啊啦？你即摆若去互台湾这个第2大财团去用压落地工会去用处理去，去用消灭啊！我相信搁伫搁较基层的劳工伊会搁较伤心，搁较无希望，所以我就教我的会员讲，你一定要坚持到底，袂使互公司的一寡即个心理战去互影响到，一定要甲即个合约签无清楚。同时呢，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讲你若后摆拄着这秋后算账算小的问题呢，你嘛是搁爱甲工会徛做伙，又讲工会才会让来保护你后面的工作的权益的问题。是。其实全台湾的这个劳工朋友拢咧看恁这道是毋是会当成功。其实恁的诉求哦，这个资方啊，也是讲恁拄仔讲退无可退，嘛是步步退落去。但是资方的回应，恁真正敢有这个完整的这个原意，咱来看一下这个恁的诉求甲资方回应这个部分哦。头一个就是恁提悬着，咱头拄有讲着，提悬着这个日资费，也是袂使个禁制这个便车啦。中营航空公司咧回应讲咧，无要调整，恁的修正了的诉求是讲无要调整到这个日资费，同意着公司的这个勤务奖金的方向。这个中营航空公司因的回应是讲哦，这个飞勤的这个服务奖金含过暝的一抓是300块，这个是较长线的是500块安尼一抓。安尼总算来看，第二张咱来看到参与到这个人聘会这个部分，还有这个恁啊要参加工会，才有这个公务假期，这个部分恁敢算是有满意啊？这个部分的共识是有较接近啦，然后我有甲公司是要求讲，因为我的工会已经无即个会使有进搭便车，我已经放弃啊嘛，已经因为这条就打足硬嘛，伊无要退这条嘛。然后无要紧，因为伊无可能一个抗争的行动就一步到位，所以工会做出了这个妥协。那但是阮要求讲，阮会使去参加公司，阮有一个每个月拢有一个甲全部空服人员的这个会议，阮的工会会使有一个宣传的这个管理会使入去，宣传讲阮即摆有工会会使提供你安怎的保证，然后甲一寡，因为未来一定有更较侪新的空服人员扣入来嘛，阮是想要用这个宣传权的部分来甲因讲有工会会使有啥物好处，因为毕竟个台湾的这工会的主庭的这个组成率真低，嘿，所以阮是想讲阮是退个安尼，然后但是公司伫这条嘛是无愿意答应。头先讲到中营航空公司，佮要招空服人员啊，对恁来讲是一种打击伤害吧？但是我感觉伊即个空服人员的即个计划呢，伊静静都咧用啊，因为有星宇航空的成立嘛，所以有足侪地勤的人员甲空服人员，伊拢走过去另外一个另外一边星宇遐，所以本来有即个缺口，伊本来就是要补遮的人，所以一直用一个心理战甲伊囥伫遮，然后来放即个消息来甲你拍打击啦，来拍击你对啊。小伦姐啊，你安怎看讲？其实咱头拄嘛有讲过，伊的这个心理战两面手法，中央航空是真正惯势用安尼这个步数来行呢？像对啊，迄个理事长所讲的讲去见董事长，我想讲这就是阮公司上大家长伊若甲我承诺安尼就会当解决代志。但是翻头转来讲竟然毋是安尼。这款的就是讲，伫咧谈判的过程当中，拄则咱讲工会有迄个主战组合派，其实公司嘛是共款啊，两面手法，或者是鸽派，或者是鹰派，或者是白脸，或者是黑脸，这是真正常发生的代志。所以社会大众对于讲这公司劳资双方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实在免出太侪意见，因为这是过程当中事实上都是会发生的代志。互你看讲，那会变来变去，还是讲那会连伊这人讲安尼，连伊迄人讲安尼，这拢足正常的。而且以我看就讲，即马因为是不对等战争啊啦，遮尔大的公司，对遮尔弱小的工会，搁遮尔侪，比如讲公司已经遮尔大，搁加上咱这遐乡民也是讲社会大众的这个强烈的这个关切度这使着工会会使着工会变做是成熟
过大的压力，过大压力的同时，迄个就因为安尼，所以你嘛有可能讲哦，伫咧判做决策，还是讲判断的时阵，就会更加有小小的定打。我讲这是爱有空间啦吼。但是就像李司长讲阮输赢，吼，伫咧战争的时阵，咱讲输赢。但是到要签团体协约的时阵，这重点就是要有和平义务。我个人感觉啦吼，和平这物件，你要有心，真正要和平，莫假啦，莫假莫假啊，莫假和平。即马搁咧敲这文字吼，细项的代志，这就是假和平。那正的和平就是讲，工会有承诺，未来我等于我就认真拍拼，我3年中间袂搁甲你。无当无塞，翻头来讲，公司咧信任讲，安尼我甲你签约了后，我会当甲你承诺，讲我袂甲你黑白变。这才是要恢复劳资关系的正理嘛。所以这和平协议，你会当讲伊是消极的，对，我莫甲你答应。我甚至会当积极的，就是讲，阮双方面拢承诺，我会当做出什么代志来弥补进前无好的部分。我进前嘛有处理另外一间工会啊，伊讲你罢工的期间，你有讲即侪公司的无好的话啊，你会使摸什么部分无熟悉的，也是讲警察收倒来无？工会承诺 OK， 你咱3年中间莫个写联署啊，是讲文宣对公司有啥批评无？会当。翻头，公司你嘛要承诺讲，安尼你3年中间你安怎来，互工会会当甲你和平。所以和平本来就是爱双方有这意愿，嘛愿意调这个方向，安尼去努力。消极面跟积极面拢应该爱有。这嘛是阮对迄个长荣公司的期许啦。因为今仔日2300个人出来罢工，不管啦，就算到尾剩1000个好无？公司认为讲我总赢。我这罢工，我甲工会压落底，但是你爱想讲，我再看，我看到讲这短多长空啦，因为你有1000人，本来应该是尾恢复较正常对公司咱就和平。这1000人若是互公司感觉讲，你这以后就是我点埋歹分子。对村来讲，我既然歹分子我规气就甲公司怨恨到底啊。这毋是，反而是埋下伫这间公司未来劳资关系无稳定的一个种子，这毋是好的正常的方式啦。是希望迄个公司就是讲短多长空这种代志较卖啦。嘿，所以7月初是第2摆协商尔嘛。刷落来，恁的这个战略是啥物？刷落来，阮公司无互阮协商的时间，然后但是政府有积极的协调啦。那阮的策略，我嘛是知影公司是要长期抗战的，所以工会这边我嘛是不缺战，因为已经战到这个局面啦，所以阮是有做好准备。然后我嘛是想要甲公司讲，互信就是互信是互相的，毋是讲惊有工会。提供互你这个信用，但是你无法度甲我承诺讲，你嘛是想要和平，所以我是感觉讲伊讲的是真正确啦。是。我搁伫遮是想要对这个观众朋友讲，来参加这个罢工的有真侪是要退休的员工，搁有真侪是几10年、15年，伊一工假拢无请过，所以伫这间公司呢，伊是。伊是真对，伊是真尽心尽力，然后伊参加这个罢工，有一个愿望，就是想要改变公司这个管理，非常独裁，然后专制这款的管理的方式，所以伊是抱着这款的心情徛出来参加这个抗争。所以我希望公司会当看到阮这2000外的尽心尽力员工的希望、的愿望，然后会使好好来甲工会就是坐落来好好甲物件签好，然后莫阁去想讲要来事后甲阮算小的这款拗步。是上尾咱来讨论就是讲做一下收尾啦，就是讲这回这个资方大奖的，头拄仔这个疫情嘛有讲到，这个资方已经这个压落底这个方式，互你安尼无法度去收煞，这步步退安尼。但是这个劳方要有这个觉醒的这个部分，来老师。我有一个感想，就是讲咱台湾的罢工会当支持遮尔啊久吼，就点就是讲咱台湾的女性的韧性实在袂使不容小觑，袂使看轻啦吼。当然劳方伊若搁拼落吼，我是感觉讲资方应该会
想要紧的收手啊，因为即摆像讲政府这个退休基金嘛、劳保基金嘛，因为有投资中营嘛，是股票啊，伊看这一直股票一直落，啊伊也了遐济钱嘛，所以因为这退休基金甲劳保基金，伊是对咱全台湾所有劳工爱负责的嘛，所以伊袂使互迄个中营的股票一直落啦，所以真正看到这个粉红罢工的这个力量，粉红罢工，咱最后佫甲观众朋友说明一下。好，粉红罢工伊代表的就是老师头拄仔讲的，伊一个女性的一个毅力，甲一个坚持的力量。那我嘛希望观众朋友会使来阮罢工的这现场，来甲阮这的全部的女性来甲加油打气，互阮佫较有力量，会使坚持落去。真正所有的这个空服人员，真正是这半个月啊，佫会使坚持伫遮，坚持伫遮尔久，为着家己的劳工的这个权益。嘛是为着全台湾。嘛是为着全台湾，所以全台湾的劳工一定要站起来，为着这届这个劳资争议，要有一个真好的安尼收煞。今日非常感谢所有来宾来到咱节目现场，感谢，谢谢。谢谢以前的，好你安尼，你对倒位的怪，伫现场吗？